皇母训子师戒以及仙佛圣训，都是皇母烧书信度化佛子众生。众儿女心有一悲，生大放为母。我写合同赋予黄元，听了老母娘的话语，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，悲伤地放声大哭。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，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，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。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。自此，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。从此，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，便治理世界，或为男，或为女，并传递人间烟火。母子分各东西，好不难过。自此，我众佛子受尽熬煎子各分东西，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。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。唐李白骨风师名利图煎熬，安的咸鱼不。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，载美享而在世苦，母心难安。自三山托一别到现在，屈指算来已有6万年了。自寅会生人以来，至今未知出，已将近6万年时光。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，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。一别千古，一别6万多年，今时夏运也至